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因為獨特》，副標題係泡泡瑪特 Pop Mart 創始人黃玲從雜貨鋪到 IP 世界的跋涉，係商業記者李祥對黃玲嘅訪談實錄。我哋從最近爆紅嘅公仔 Labubu 講起，有人話佢係2025年夏天最大嘅明星，唔單止帶動咗泡泡瑪特嘅業績同股價，仲意外帶旺咗義烏嗰一班做配飾嘅小商家。見到 Labubu， 我第一時間諗到嘅係 Hello Kitty。好多年前，中國人去日本旅行，經常都會買 Hello Kitty 公仔俾小朋友玩。嗰陣時呢一類商品喺國內仲係好少，主要都係俾小朋友玩嘅。但係點解到咗今時今日，連大人都中意玩公仔呢？我就諗到一個類似嘅現象，寵物經濟。其實公仔同寵物嘅邏輯好似，而家我哋透過手機連接世界，資訊越嚟越多元化，但係反而同人面對面嘅連結變得更少。我哋見過太多嘅熱鬧，但係亦都更加容易感到孤獨。呢一種孤獨其實係經濟發展之中嘅常見現象。當人均 GDP 達到1到2萬美元嘅時候，都市人群好容易出現呢一種心理隔離感。如果你都係自己創業做生意，經常同人打交道，或者仲未會太有呢一種感覺。但係我經常諗，如果有一日我哋唔再做生意，或者可能自己都會經歷呢一種線上熱鬧、線下孤獨嘅落差，咁中間嘅割裂要點樣彌補呢？有啲人就將注意力放喺小朋友身上，但係太過投入反而會令到小朋友備受壓力。亦都有人選擇跳廣場舞，用社交軟體認識陌生人。仲有一種更加安全嘅方式，就係揾一個情感替代物。佢唔會傷害你，亦都唔會爆你小秘密。就好似一隻寵物，你可以對佢傾訴；而養一隻公仔就更加省時省力，唔使放狗，唔使鏟屎，仲可以隨意掉佢、攬佢，甚至係抱住佢瞓覺。所以無論係廣場舞、陌生人社交、養寵物定係潮玩，呢一啲本質上都係圍繞住填補孤獨感嘅生意。佢哋正好契合咗當下人同人逐漸孤島化嘅趨勢，市場爆發亦都見怪不怪啦。而泡泡瑪特嘅成功仲有2個關鍵優勢。第一，佢搶佔咗賽道先機。當時國內呢一類專門針對成年人嘅玩偶市場仲係好小眾，而黃玲就選擇切入嘅唔係傳統兒童玩具，而係具有情感交互價值嘅情緒型玩伴。佢提供嘅係情緒價值，而唔係工具價值，令到佢一開始就同傳統玩具區隔開嚟，佔據咗獨特位置。第二個優勢係潮呢一個概念嘅加持。泡泡瑪特唔係一般嘅公仔，而係潮玩，亦即係時尚同文化嘅結合。時尚能夠激發群體效應，形成一種我要跟風嘅心理。例如有人會喺網上面曬出自己買咗一大堆 Labubu， 背後其實係2種心態，一種係炫耀，我買到你買唔到；另一種係尋求安全感，其他人有我都要有，如果唔係就 out 啦。Labubu 正好結合咗情感投射、潮流感同先發優勢，呢一啲係佢同泡泡瑪特爆紅嘅核心原因。書裏邊仲提到，黃玲嘅海外佈局都非常關鍵。Labubu 其實係先喺泰國火爆起嚟，再紅到歐美，最後返國內。呢一種節奏背後係對市場層級嘅精準選擇。從全球範圍嚟睇 ，GDP 從1000美元到9萬美元嘅國家，企業出海都會有一個梯度。例如喺非洲，好似中國早期淘汰嘅蛇皮袋，喺當地就係搶手貨。一間喺科特迪亞嘅工廠用嘅係中國二手設備，工人工資每月600到1000人民幣，每一個袋賣1蚊，一年能夠賣到7000萬到1億個，收入成億，利潤都有2-3千萬。呢一個就係低端製造嘅出海機會，而中端產品例如電視、汽車更加適合東南亞，高端嘅芯片、精密儀器先至係發達國家嘅市場。泡泡瑪特嘅潮玩屬於中高端消費品，所以佢嘅出海對象鎖定喺 GDP 1萬美元左右嘅國家，好似新加坡、泰國、法國等等，而唔係非洲。相比之下，好似蜜雪冰城就可以拓展非洲市場，因為當地一啲城市嘅 GDP 已經超過5000美元，奶茶呢一類低消費更加容易推廣。泡泡瑪特仲有一個優勢，係佢嘅產品可以超越文化差異。如果賣嘅淨係限中國文化理解嘅產品，例如針灸，外國人就可能會排斥。但係公仔係一種全球通用嘅情感載體，無論係邊一個國家都可以接受。更加特別嘅係，有人話泡泡瑪特嘅成功係來自於沒有故事，因為人物背景係空白嘅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投射自己嘅情感。呢一種白紙式設計，令到泰國人可以加入創業家會員，
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。成為會員，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，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，人工智能、網絡營銷、團隊管理、個人能力，全部一次過學齊。我哋唔止教知識，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，互相督促，互相學習，一齊進步。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。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、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、超過300本讀書精華、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，每年3次個人諮詢，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。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，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，支持我哋營運，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，